新聞一開始，趕緊來關心到這風台的消息。講到這強烈風台包圍長的晚間，氣象署也預告講呢，這暗時開始向北，積極風的這個暴風半徑已經對350公里擴大到380公里啊。上屆接近台灣的時間呢是拜五暗到拜六早。那照目前的推測呢，這中部以北宜蘭山區、南部山區就要注意這大水雨。專家也提醒講，這雨水會真驚人，可能會造成災害。日頭赤炎炎，強烈風台包圍將軍來到，家人爬島仔魚港出現風雨前的好天，遊艇的船主趕緊趁好天氣，甲港內遊艇吊上花安置，較免死到受災。包圍暗時會轉北，七級風的暴風半徑已經擴大到380公里。拜五暗時到拜六早起，上晚近台灣落雨出勢度已經是紅色反舊色。那在5的晚間一直到6的白天，是各地風雨影響最大的時候，基本上都是有大雨或豪雨。那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區，會有持續的強降雨出現。氣象專家講，包圍佇吹背慢慢的變強，吹到下半部開始北部、東北部、東部的正方面，有可能會落雨，有經山區累積的雨量。空間也不加多。暴風圈範圍實在是太大了，全台都在它的籠罩當中，將有機會達到豪雨至大豪雨，甚至於超過。今日大甲地災，前氣象局長陳明典表示講，應該無人會挑戰這種講法。敢是西北台一定會有機會，不過有無同的預報。另外，對台灣的影響也是無確定。若是落山偏北，就影響北部的山區；若是偏南、中南部的山區，嘛要警戒。如果那稍微偏北的話，只要雨期是在桃子苗山區，那可能將連下將近24小時啊，那這個累積量會相當可觀。那如果說它再稍微往南一點點，中南部山區啊，阿里山也會有一個主要的下雨區。陳明典表示講，預報有無確定性，要有民眾有感覺做有效的防災準備，建議在有警的資訊，會當按科學的描述轉向有感覺的說明，並且用記錄來表現無同程度的危害的可能性。氣象署講，包圍路徑擱在南北修正中，下晡是報講5北無排除會經過東北角登陸的機會，不過目前還佫會變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